嘅要求啊就不大嘅，你咩簽到咋，自家心儀嘅老公啊，要家庭責任心，要事業心，要愛心、公益心，啊就覺得就好。唔管佢有錢冇錢，最主要就要家庭責任心，下下都上得來，自家按樣嘅進步學習。我老公呢也係自家三度係考出讀書嘅，對家人呢老人家十分善好，十分尊重，也十分錫老婆，也唔怕講。啊，佢結婚到今啊嗬，話浪漫冇唔浪漫，話唔浪漫又浪漫。你早上好愛時啊，但那道第一句。就按門口我早上好，30個人呢有意義咯，唔掂啊，簡單啲，佢出差也都好。以前咪冇微信係咪？咪就話電話、BB 機都會有人嚟門口，見下你就先是按方便咧，因為就話微信微一隻早上好，喺屋企你就一天喺門口，老婆早上好，佢嗌佢算十分幸福嘅，我老公也不想啊。